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76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76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76天。就在第76天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也就是董王要到某大國去喝茅台。為什麼說發生了一些蹊蹺的事情？就在董王帶着一幫高官在空軍1號上面，正在瘋狂的背這些貫口。因為空軍1號他飛到大國怎麼着得14個小時，那趁這個時間，那董王那肯定得瘋狂的練習背誦這個貫口，要倒背如流，要熟練如新，是吧？要胸有成竹。所以說董王還得背，還有盧比奧也得背，尤其是盧比奧那更得背。為什麼盧比奧這次他把姓兒給改了，而且還換了個馬甲？我看媒體報道穿的是馬杜羅被抓的時候同款那個外套，也不知道是幾個意思。總之董王和盧比奧兩個人在空軍1號上面瘋狂的背誦這個貫口。就在這個時候，這個萬斯他不是留守嗎？所以萬斯就趁這個機會，董王不在，他說了一些這個跟董王不太一樣的話。所以這個萬斯確實有不臣之心。首先是萬斯帶着他2個孩子跑到白宮給特朗普他們送行。我看有好多國內的媒體在美國白宮公布這個隨行名單的時候，還在那分析什麼萬斯沒來，什麼黃仁勳來不來等等，說明啥？說明就是他們就根本就不了解美國這個制度啊。美國就沒有什麼总統和副总統同時訪問一個國家的先例。這個在美國好像法律不容許，就總統和副總統不能同時坐一架飛機，對吧？如果總統和副總統同時到一個地方去，或者同時坐一架飛機，那萬一被人端了，那不就麻煩了嗎？對吧？人家副總統就是一個備胎，就像過去咱們封建時代，那副總統就是太子，就天天盼着這個老皇帝早點嘎他，早點上位。萬斯是不是這麼想的？咱不知道，這不能亂說。5月11日傍晚，美國副總統萬斯帶兒子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為特朗普訪華送行。能夠跟特朗普一個飛機去喝茅台的，當然很開心。特朗普自己也說了，這個非常榮幸，充滿期待。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說，負責任的說，萬斯是最開心的。好不容易特朗普走了，現在這兒我說了算。這72個小時，萬斯享受一下老大的感覺，但白宮主人的感覺。特朗普臨上飛機之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次去喝茅台有很多事情要談，但他不認為伊朗是其中之一。為什麼？因為伊朗無論接不接受協議，美國都會贏，也就是伊朗的事不值一提。這按理來說這個副總統萬斯他應該跟總統要有看齊意識，對吧？要對齊顆粒度，要保持高度的統一，是吧？應該是這樣。結果根據美國媒體報道，萬斯就趁特朗普走了，他在一個反電詐或者叫反欺詐工作組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上，他開始發言了。記者就問他，對吧？你看特朗普不在，那問萬斯，這個伊朗談判到底怎麼樣了？你每次一聽特朗普說都是贏，伊朗就是輸，伊朗就是求饒，就問萬斯，這個伊朗的談判到底怎麼樣？這個萬斯就說了，目前是專注於外交途徑。萬斯說，他周三那不就是特朗普剛上飛機嗎？他一上午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與美國特使庫什納和威特科夫通電話，還與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朋友通了電話，也就是沙特的、阿聯酋的、卡塔爾的，反正打了一通電話。就是萬斯，你說说吧，趁特朗普在空軍1號上面被貫口的時候，這哥們到處打電話串聯。這個萬斯說，我認為我們正在取得進展，也就是說外交談判取得了進展。最後萬斯又說了，不過而根本問題是我們取得的進展是否足以滿足總統的底線。你看看萬斯立馬這個表態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說这個我們談了這麼多，我認為是有進展的，但是這個進展符合不符合特朗普的胃口，能不能滿足特朗普的要求，我不知道。這個表態很有意思了，那就有點這個甩鍋的意思了。這個外交談判如果不能成功的話，那是特朗普貪得無厭，特朗普這個底線太高，特朗普要求太多，所以說為了談判失敗，外交途徑失敗，我萬斯是不背這個鍋的。也不知道跟万斯跟盧比奧這兩人這貫口
背得怎麼樣了。總之，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特朗普很有可能正在背誦，現在正在考試，什麼美國堅持一中原則，美國支持和平解決分歧，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我都记得几句，反正這贯口也不長。這個貫口背誦的熟練與否，就會影響接下來的會談氣氛怎麼樣。如果這個貫口背得坑坑咔咔的，那就說明你沒走心。那下面怎麼談？咱們貫口是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什麼四不一无益，這玩意反正都是貫口，都要會背。在空軍一號上，盧比奧在背誦這些貫口閒暇之餘，他也接受記者採訪了。5月13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飛往東大的空軍一號總統專機上接受福克斯新聞獨家採訪時表示，我們美國希望說服東大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促使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灣相關行動與舉措。盧比奧稱，波斯灣地區的動盪局勢對依賴中東能源供應的亞洲各國構成威脅。盧比奧實際上這話說的沒錯，任何這個思維正常的人都能認識到，朗子也把霍爾木茲海峽拦路收費受损失、受影響最大的，那就是東大呀。除了胡一金老師這種人，這些逢美必反這種所謂的浙江宣傳筆下的那些盘盘們，他們是不管的，只要你反美，那你拦路收費就沒問題。雖然這個錢是由東大出，但是你只要是反美就可以。你看就這麼個邏輯，也就是你只要拿針扎中美國的屁股一下，咱這邊大刀匕首插到大腿上不要緊，不疼沒事，就遵循這麼個邏輯。實際上最近關於東大對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表態其實挺多的，但是印度的基本盤他們視而不見。5月12號啊，路透社有一篇報道，我還專門核實了一下，確實是路透社報道的，而且還有其他的媒体也在報道。說什麼？說美國國務院周二，也就是盧比奧唄，向路透社表示，他說美國與某大國高級官員一致認為，就是大國的外長說，絕不能允許任何國家在霍爾木茲海峽收取航運通行費。也就是你朗子想在那兒攔路收費，你就做夢。這個美國和大國已經達成一致了。就剛才已經說了，如果朗子能攔路收費，那實際上就亂套了，至少有10幾個國家、10幾個地區都要攔路收費。那你大國還做什麼生意啊？你那吭哧咔哧的賺，賣衛生紙、賣這個尿不濕，那利潤多低啊！完了之後，人家再收你一道過路費，你到底是給誰打工？路透社說，他說這一表態顯示，兩國正試圖尋求共同立场，以向伊朗施壓，迫使其放棄對這一重要水道的控制。美國國務院發表此番聲明之際，特朗普與某大國將於本周晚些時候舉行一場具有重大影響的峰會，而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將成為會議議程之一。這個我在前幾天節目已經說過了，這個節目裡面我已經說了，兩國領導人在喝茅台的時候把手一伸開，一個寫了打，一個也寫了打，但是一個是問號，一個是感嘆號。美國國務院表示，某大國外長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4月的一次電話通話中討論了這一問題。國務院發言人湯米·皮克特在回答有關此次通話的詢問時告訴路透社，他們一致認為不能允許任何國家或組織在霍爾木茲海峽這樣的國際水道上收取通行費。美國國務院此前未曾按照慣例公布此次通話的簡報，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应大國的要求，这種通话、这種共識，你先不要披露，也很有可能。大家記得了嗎？想起來沒有？這個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齊立馬被叫到大國來訪問，就是前幾天是吧？你看這就對上了，也就是在特朗普訪華之前，把朗子叫過來，要交個底。霍爾木茲海峽你不能收錢，你們到底想怎麼辦？如果你們有這個想法，那正好趁特朗普來喝茅台的時候來溝通一下，就這意思。路透社說，某大國駐美大使館未對美國關於此次討論的說法提出異議，表示希望各方能共同努力恢復海峽的正常通航。這個某大國的使館發言人還說，維護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確保航道通暢，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伊朗方面已将收取航运通行費作為結束戰爭的前提條件。美國對伊朗實施了海上封鎖。特朗普曾提出美國自行收費或與伊朗合作收費的可能性。在國內外反對聲音出現後，白宮隨後表示，特朗普希望霍爾木茲海峽能夠不受任何限制的開放通航。東方大國官員迄今避免直接提及通行費問題，即便是在譴責美國封鎖時也是如此。東方大國強調的是正常安全通行，這是路透社在報道。據兩位了解上述通話內容的消息人士稱，美方提出了東方大國船只可能被收通行費的前景，也就是盧比奧揉碎了跟外交部长說，以後要收錢，收你们这是最多的。路透社說，這似乎意在鼓勵東方大國方面對伊朗施加更大的壓力，以結束衝突。在隨後與伊朗外長的會晤中，東方大國外長表示，國際社會對恢復海峽正常、安全通行有着共同關切，同時重申東方某國支持伊朗維護其國家主權與安全。這個報道還挺長的，內容挺多，我只介紹這麼多。如果說這是美西方媒體造謠造勢，那我們看一看伊朗這邊什麼反應。這個伊朗的一個叫 MES 的頻道透露說，東方大國政府正大力向伊朗施壓，要求其與美國簽署協議。伊朗正在考慮，前提是協議框架符合伊朗的國家利益。當伊朗已告知東方大國，其將自主決定外交政策，也就是說，我跟美國人的外交談判不容別人來插嘴，更不能接受別人施壓，也就不要看你是正義聯盟的二哥，那也不能干涉，叫自主決定外交政策。就在昨天，伊朗的副外長澄清說，東方大國是伊朗的戰略盟友，但伊朗的外交政策並非由東方或西方主導，也就不是什麼東方大國或者是美國的主導，而是由伊斯蘭教義和真正的獨立所驅動。你看看這個朗子和正義聯盟二哥本來是給人感覺是一起的，現在聲音不太一樣了。恰恰這種不同的声音恐怕才是實情，因為才符合各自國家的利益。所以胡锡進老師在那兒，我老是說他老是叼回来屎盆子，遲早有一天要挨收拾啊。朗子一看二哥心意已決，所以朗子現在趕緊回頭再次把俄羅斯大腿給抱住。5月14號，根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伊朗安理會副主席叫巴蓋里在與俄羅斯安理會副秘書長維涅季克托夫會晤時表示，俄羅斯在聯合國的行動表明，他是中東危機安全的保障者。簡單點說，最近看俄羅斯的表現，正義聯盟大哥的表現，那大哥你是中東危機安全的保障者，就是大哥你是朗子的靠山，這意思啊，是三单之無愧的靠山。巴蓋里說，俄羅斯對美國和以色列侵略的堅決立場，在實踐中表明，俄羅斯依靠國際法，不會允許世界變成叢林。大家也知道，這個三弟在這瘋狂的捧這個大哥的時候，多多少少那是表達一種對二哥的不滿，就是捧一個貶一個，或者叫你瘋狂的抬高大哥，你不提二哥，那就把有意無意的忽略了二哥，那就是說白了就是捧大哥是為了踩二哥，或者說對二哥最近的表現非常不滿意，但是也不能撕破臉。伊朗安理會副主席認為，俄羅斯的戰略願景歸根結底是阻止美國將聯合國安理會變成使其侵略目標合法化的平台。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採取的行動目標之一是阻止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也就是朗子跟阿拉伯國家現在矛盾重重，都是美國和以色列搞的，不是朗子搞的。伊朗還要進一步威脅中東的這些海灣王爺國。5月14號，伊朗外交部部長阿拉格齐誓言，就是發誓賭咒，要追究與以色列勾結對抗伊朗的國家的責任。這個阿拉格齊不是嘴上說說，是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這一聲明。阿拉格齊威脅說，與偉大的伊朗民族為敵是一場魯莽的賭博，在這方面與以色列勾結是不可饒恕的。那些與以色列勾結挑撥離間的人必將受到法律制裁。這個形勢現在比較危機，危機在什麼地方？美國現在圍堵了伊朗的港口，
伊朗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就導致這個世界的油價啊，那在所難免要波動。為什麼世界的油價現在還在100左右？那是因為各國還有戰略儲備，尤其是美國好像是4億桶還是多少桶，這已經釋放了將近1億桶。實際上各國都有，現在都靠戰略儲備在壓着油價，但是你儲備總是有限的。所以說摩根士丹利他就警告，他認為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在6月份之後還繼續關閉，也就是現在5月了，到了6月份，也就把6月過完，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還不能通航，那麼布倫特原油價格就將飆升至每桶150美元。那這個時候不管伊朗它垮沒垮，那恐怕對美國的衝擊那就不小了。美國的通脹是吧就飆升，不要說美國了，那連大國一樣的都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大國是原油进口國啊，大國的戰略儲備也是有限的。你能頂3個月，你還能頂半年嗎？你能頂半年，你能頂1年嗎？儲備這玩意兒越用越少，所以說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啊，它必須在1-2個月裡面有個交代。目前的態勢已經很明確，朗子想得倒挺美的，他現在已經把什麼議案、什麼霍爾木茲海峽管理什麼方案都交到议會去审議。但你有什麼用？你自己伊朗國內审議這玩意兒有什麼用？實際上其他國家不認可，不要說大國不認可，連歐盟、英國、德國還法國現在躍躍欲試，要往那兒派部隊了，派軍艦。也就是說，朗子要拦路收費，他得罪的不是美國，恰恰美國他不從那個霍爾木茲海峽走，他得罪的是亞洲這些國家，尤其是大國。當然了，還有印度、日韓，他還得罪歐洲，怎麼能容忍他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呢？所以說，你這個伊朗人啊，就異想天開，顯然是挨揍沒夠啊。美國中央司令部说4周前，美國中央司令部開始對進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實施封鎖。截至目前，美軍已改道67艘商船，允許15艘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的船只通過。也就是你給伊朗運送的是人道主義援助的物資啊，可以進去，其他東西都給禁止了。你伊朗東西想出來，那是出不來的。為確保執行封鎖而使4艘船失去繼續航行的能力，也就是把人家機艙給打壞了。本周早些時候，中央司令部部隊在通過無線電溝通並鳴槍警告後，成功迫使2艘商船掉頭返航，以遵守封鎖規定，清楚表明美軍執法行動仍在全面進行中。我們再看看中東，現在這些王爺國啊也是挺亂，要亂中出擊。首先阿联酋，網上一直有媒體報道，就在美以轟炸伊朗的時候，沙特、阿聯酋都紛紛出手，也去反擊伊朗，因為伊朗不是拿導彈無人機攻擊他們嗎？華爾街日報爆出重磅消息，說知情人士證實，阿聯酋已主動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正式捲入這場中東紛爭。原本暗中站隊美方開放軍事基地的阿聯酋，在多次遭遇伊朗導彈無人機襲擊之後，終於選擇主動反擊，也不想再忍了。那這一反擊也徹底激怒伊朗。如今阿聯酋被直接鎖定為首要報復目標。就是在昨天，這個阿聯酋的一個最大的石油基礎設施遭到了伊朗大規模攻擊。5月13號，伊朗議會主席這個叫發言人吧，薩利米表示，由於阿聯酋支持以色列，可以將阿聯酋視為第2個以色列。你看看，已經把阿聯酋和以色列等同入起了。這個伊朗議會新聞處援引薩利米的話報道稱，阿聯酋本質上可以被視作第2個以色列，因為軍事層面的以色列位於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上，而阿聯酋則成為以色列的經濟臂膀。薩利米還認為，阿聯酋政府不受本國民眾支持，早已不再維護國家利益，因此不得不依賴外部力量，並站在美國和以色列的一方。阿聯酋政府為降低伊朗無人機襲擊成功率，開始在儲油設施等重要基礎設施附近修建防無人機棚。阿聯酋還跟以色列合作，引進了以色列的這個叫鐵穹防空系統。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華爾茲當天證實，以色列已在阿聯酋部署鐵穹防空系統，並在近期衝突中幫助阿聯酋攔截導彈。這是鐵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國以外的國家，所以這個招致伊朗的痛恨，伊朗要報復阿聯酋。那阿聯酋也不客氣，阿聯酋決定將21個個人和實體列入其國內恐怖主義名單。這個21個個人和實體實際上都與黎巴嫩真主黨還有伊朗有直接關係。
大家知道阿联酋也想到的就是迪拜，迪拜是国际一個金融港，那各種資金都匯集在迪拜，也既有婆羅門的資金，也有軍閥的資金，還有毒販的資金等等，各種資金都在通過阿聯酋中轉，所以阿聯酋也叫什麼近水樓台先得瑞，阿聯酋一出手，這個真主黨伊朗財路就被斷了，這個才叫精準打擊。中東這些王爺國在過去或許還在和稀泥，但是如今已經由不得他們和稀泥了，他們目標都是迫使伊朗政權下台，這個目標恐怕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清晰。而黎巴嫩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已經開始正式投訴伊朗。你看，黎巴嫩政府投訴伊朗，投訴什麼呢？黎巴嫩政府指責伊朗干涉貝魯特的主權決策，並將該國拖入一場毀滅性戰爭，導致數千人傷亡。就是黎巴嫩政府開始指責伊朗政府，你跑到我們黎巴嫩干涉我們的主權，發動內戰，導致黎巴嫩有數千人傷亡，這都是你們伊朗人幹的。黎巴嫩真主党馬上就是非法武裝，他背後大佬，他背後的幕後的指使靠山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再說說伊朗國內70多天的戰爭和封鎖，伊朗100萬個崗位消失，失業人數高達200萬。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讓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伊朗經濟雪上加霜。伊朗政府在戰爭爆發後切斷網絡服務，更令大量的企業經營困難，被迫大規模裁員。伊朗官員估計，這場戰爭已導致1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直接和間接受影響的人數達到了200萬。這個大家都能想象，因為伊朗在戰爭之前，它畢竟有很多職業、很多人是跟網絡相關的，比如說移動支付啊，或者在網上做買賣啊，也就相當於大國這種直播帶貨，它有很多人跟網絡是有關的。結果這70多天的斷網，那這些人的工作就沒了，你網沒了。這個伊朗的一家電商公司創始人叫哈迪·弗蘭德，今年4月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公司將永久關閉。他寫道：經歷2場戰爭和數月網絡中斷後，我們已經無法再撐過這場危機。這一次，我們真的堅持不下去了。伊朗半官方媒體塔斯尼姆通讯社報道稱，官員穆罕默迪估計，這場戰爭已導致100萬個崗位消失。直接和間接受影響的失業人數達到了200萬人，網絡中斷每天損失超過8000萬美元。在2月28號之前，伊朗人家本來的計劃是大力發展平台經濟，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也要搞大數據，也就是把這個數字產業當做一個新興行業，大力培育、大力發展。結果一下子把網絡一斷，啥也沒了。不過根據央視報道，伊朗的總統府負責新聞與通信事務的副主任塔巴伊表示，出於戰爭時期安全考量，當前的互聯網限制是臨時性的。塔巴伊否認互聯網限制會永久化，並指出，在戰爭條件下，民眾會將安全置於便捷訪問互聯網之上。什麼意思？也就是伊朗官方出來安撫大家，不會永久限制互聯網的訪問，也就是現在這個狀態是暫時的，大家忍一忍，再扛一扛。為什麼正義聯盟這些國家稍微出點什麼事情，它就斷網？這個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你比如說，明明是大俄在侵略小烏，結果打着大俄斷網了，這是為啥？也是朗子被別人打着朗子立馬就斷網了。為什麼斷網總是正義聯盟國家？這個就要值得去思考一下。烏克蘭和美國和以色列為啥不斷網？為什麼？最後要說的是，無論特朗普在搞什麼，特朗普寄希望於談判，還是在這兒一會兒去訪問完了之後還要談判等等。但是特朗普的軍事行動、軍事部署、軍事準備根本沒有停下來，也是在緊鑼密鼓之中。首先是最近有媒體報道，美國海軍的叫俄亥俄级核潛艇阿拉斯加號已經進入直布羅陀。關鍵是什麼呢？關鍵是這是華盛頓主動的公開戰略核潛艇的位置，一定是有一定的这個叫什麼宣示意義。這第二個，有媒體報道，在沙特阿拉伯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發現了15架 F-16戰鬥機，目前該基地駐紮的美國 F-16戰鬥機數量為53架，又發現了新的15架，也就是說這個美國在排兵布陣呢。此外，官方情報來源近日報告稱，美國空軍 B-1B 重型轟炸機在東地中海上空進行訓練飛行。
根據這個 CNN 的報道，一位以色列高級官員向他們表示，如果和伊朗沒有達成協議，我們會很高興；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繼續封鎖下去，我們也會高興；如果伊朗再遭受幾次打擊，我們也會高興。最後，这個伊朗人終於決定抓住這個時間窗口，要把老哈梅內伊給他入土為安。伊朗政府正準備迎接2000萬至3000萬人參加殉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葬禮。目前，葬禮的大量後勤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這一次不辦，如果特朗普發動戰爭，那後面辦不了了，也不知道哪天了。所以說趕緊抓住機會，趁着穆吉塔巴好像能動活，趕緊把人埋下去啊！這個伊朗人動作要快，因為特朗普這人不講武德。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